Hello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摩冷那你会说蒙古语吗？切。好厉害！那你可以用蒙古语给我们简单自我介绍吗？在那边摩冷比果断。那你怎么学蒙古文的？我爸爸从小教我的，然后我妈妈教我中文，现在我的英文老师教我英文，我还想要学很多语言。那你在学校里你最喜欢的课是什么？English，为什么？因为老师都对我们很好，然后呢很好玩。那你可以用英文来说几句吗？ I like to read books。那你最想念台湾的什么呢？我最想念台湾的书，口袋神探。那你最喜欢蒙古的什么呢？我最喜欢蒙古的乡下这样子地方，很好玩。那你喜欢乌兰巴托市区吗？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大高房子，我喜欢。那你在学校里有好朋友？很多那你都会跟他们用蒙古文沟通吗？会，有时候也是英文。我有些同学不会跟我说话，为什么？有一些同学没那么喜欢。谢谢你的分享，拜拜，谢谢，你好可爱哟。谢谢。